個係我仔啦，咁係我第一個仔仔嚟嘅，佢而家1歲啱啱好。所謂養兒100歲，長憂99。作為父母，最關心仔女嘅健康。新手媽媽陳女士都一樣。一出世嘅時候咧，醫生已經會攞佢啲臍帶血咧去驗翻，可能有冇蠶豆症啊，又或者佢個甲狀腺嘅功能正唔正常啊，同埋做一啲聽力測試啊，全部都係一啲紙本嘅記錄嚟嘅。到母嬰健康院打針都係用紙本針卡。我問翻我媽媽嗰張針卡去咗邊咧，其實都唔見咗噶啦。咁但係而家知道所有嘅疫苗記錄都會上載翻去醫健通嘅時候咧，even 我之後唔小心唔見咗啦，起碼我自己可以睇得翻啦。身處科技資訊年代，我仔登記醫健通，紙本健康記錄都陸續電子化並儲存喺醫健通。市民給予互通同意之後，公營同私營醫護機構可以互通閱覽同存放醫療健康記錄至市民嘅個人醫健通戶口。陳女士都幫個仔開戶登記。首先登入醫健通流動應用程式賬戶，去返我的家庭成員呢度呢，就撳添加。下載醫健通流動應用程式，已登記醫健通嘅人按第一次使用，按我已經登記，根據指示輸入個人資料進行身份驗證，設定用戶名稱同密碼就可以啟用程式。爸爸媽媽咧，佢登記咗醫健通咧，佢就可以喺個 app 嗰度咧，幫小朋友咧影翻佢嘅出世紙啦。咁其實咧就可以一站式幫小朋友登記醫健通啦。就算佢冇針卡，咁佢都可以喺個 app 入邊咧睇翻小朋友打過針嘅記錄嘅。咁另外咧，佢亦都可以用兒童成長記錄啦，咁就記錄翻小朋友嘅身高啊、體重啊。下載醫健通流動應用程式，查閱醫院管理局普通門診、專科門診同專職醫療服務嘅預約、衛生署嘅兒童健康服務及牙科服務等，甚至係私營醫護機構嘅預約。合資格領取長者醫療券嘅人，喺自攜病歷嘅原則之下，可以自願授權醫務衛生局指明同認證嘅境外醫療機構取覽健康記錄，輸入血壓、血糖、心跳數值作健康風險管理。仲有全面了解個人參與嘅醫療計劃，例如喺地區康健中心檢查、大腸癌篩查計劃、社區牙科支援計劃、慢性疾病共同治理先導計劃等等。